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客坊》，我是明珠。今日呢，要来做两个料理，西门你一定要当中意。两个料理呢，英文按照 pancake， 你要给吃只饭粥，再来就会按照松饼。而且今天呢，我要用再来米粉做这个米松饼哦，糖豆就懂响应呢。再来米呢，也是我们今天要学到第一个词，就是叫做斩米。斩米好，再来米粉，我把它倒进来之后，一般来说我会喜欢放鸭蛋，因为鸭蛋会比较香一点哈。我加一点点糖下去，稍微的先调味一下下。好，现在我的呢松饼的这个已经调好了，我要下去喽。就是差不多1勺匙是一个吼，那因为我没有松饼机，我直接用平底锅不粘锅来做，就跟煎蛋一样，一定要一面给它煎熟之后再把它翻面，不然就会不漂亮了。我现在呢已经煎的差不多，而且啊，因为用煎的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感觉，就是它会有一点点焦香的。待会呢，我准备了巧克力酱还有炼乳，看看我的试吃员喜欢吃什么口味，我为它来做特调。你喜欢吃巧克力口味还是炼乳呢？炼乳，那你愿意吃综合口味吗？可以，因为刚才我把它两个一起加下去。那我先教你讲个客家话好不好？这个怎么说？刀子。对。那你知道米也可以做松饼哦？这句你客家话你会讲吗？米嘛做得做松饼。没错，米也可以做松饼，就是叫做米没做得做松饼哦。米没做得做松饼哦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学的这个料理，你们有把它学起来吗？非常的简单的，而且吃到好健康哦。就只放蛋跟用米，也就是再来米磨的粉，一起把它来做这个我们说的 pancake， 也就是松饼。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的新的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再来米，斩米，斩米。第二个呢是生活上很常用到的刀子，来看到这个刀子就是叫做斗位，斗位。第三个，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这句话就是，米也可以做松饼，米没做的做松饼哦，米没做的做松饼哦。你们都学会了吗？其实非常的简单，重点是客家话把它记起来了哦。松饼啊，斗味啊，涵盖有斩米，这都是新学的词，复习一遍吧。好了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